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下晡新闻，我是麦松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海面风台路线偏西上紧，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甲拜四对台湾影响上大。汉光演习无剧本的演练，西部的战机透早就飞去东部的基地操演，另外来教育调集14天的部队也投入汉光演习。拜登宣布来退选，要让副总统贺锦丽出来代替各界，拢真支持。社会认为这是一项对国家有正面影响的决定。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凯米风台的路线是搁愈挖西平啊。气象署表示讲，若准这个凯米的路线无啥物变化，预计上紧伫今仔日暗暝到明仔载透早的时阵，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上紧伫明仔载下晡到暗时，可能就会对部分县市来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拜三甲拜四就会是风台影响台湾上严重的时阵。趁大日头，风台还未来，台北市公务局人员赶紧将落落去的树花彻底给割掉。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树木的部分，我们都会持续观察跟追踪，然后有必要时我们也会来做一些树木减重修剪。凯米风台来势正雄，台北市长周万安也将原定活动记者会延期，顺势切入因为暴雨淹水的信义区风台警备的进行。未来投入的数十亿，我们希望让全市降雨的容受力从现在的78.8毫米提升到88.8毫米。凯米风台步步进兵，拜暗时就可能转做中度风台，而且受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凯米路线搁西修，向台湾北部近海行，而且接近西北台的路线，依然要看偏转的路线来决定。气象署有估伫拜日下晡到一暝之间，有可能对部分县市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三拜四会是凯米风台影响台湾上激烈的时阵。在礼拜三这一段时间，下半天开始，随着台风更加接近，包括了在中南部的风雨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到了礼拜四，台风还是在台湾附近哦，我们可以看到西半部的雨势跟风力还是相当的大。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这个台风对于中部以北、宜兰以及马祖的冲击是最大的，但是对于南部跟澎湖也是可能会有些强风以及豪雨出现的状况。在凯米的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北部加东部雨势为拜日开始愈暗就愈明显，一定要注意强风大雨。拜五风台到达上北离开，马祖风雨也登河，暗过中部南部受南台水汽的影响，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这个风台已经渐渐挖进咱的东部海域。虽然讲这个海上风台警报也未发布，也毋过台东的渔民已经先来准备啊。除了这渔船是赶紧入港甲白虎条以外，这来回离岛的船只，今仔日早起也开始来加派船帮，要甲2000多人再登来本岛。另外，伫个台东种油来的农民是烦恼这个风台会甲果子甲渗落来，所以也赶紧来抢修。台东县是国内油来第4大产区，面积有180公顷。即马油来已经咧生啊，不过风台嘛愈来愈挖近东部，农民烦恼风伤透会造成损失，透早就赶紧去甲已经9分的办起来。其实洛梨它很重嘛，那如果风太大，它一吹啊，它其实果柄这边就很容易断，然后就会落果。东部海面的风影愈来愈大，往回离岛客船的业者，日规工开出7帮船，咧赶伫海上风台警报发布进前，交流岛甲人数2000多游客再登来本岛。因为外海风影变大，较有经验的渔民日嘛无要出海，透早就伫咧港的甲渔船啊白白咧。你要办就是要用早，船啊侪。船头要转向，才不会造成渔船碰坏掉。目前东部外海风影愈来愈大，客船的业者宣布23甲24会停驶，25就要看海面风影的情形，才决定敢是要开船。
台东农改场嘛特别呼吁农民，都要赶紧做预防措施，避免造成农业灾害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气象署的预报，7月20到24这期间就是大涝，即马又搁撞到风台北来，所以沿海地区就要注意这个海水倒激甲淹水的风险啊。今仔日透早伫屏东的东港地势较低这个所在又搁积水，所以真侪人是撩水来上班。另外，伫高雄基丁嘛是同款的情形，也搁有受到这个凯米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来回屏东甲小琉球的船帮。拜3、拜4是全部暂停。路边一地粪扫因为积水铺伫水面，抽水的某大棚无效，海水stra要是一起来落里。现场伫高雄基丁派出所附近，拄好是年度的大涝。一透早地势较低的所在，积水就超过10公分，乌多摆徛过，水就喷甲拢湿。毛民众是暴冷撩水去上班。水沟若塌起来，严重啊，也当中号，怎么办？就是这样，不然要怎么办？你就去将就啊。那高雄、屏东的东港镇地势较低的所在，嘛因为年度大涝，连续2天拢积水，车驶经过积水的所在，就要放慢速度。按那积水是淹到一个大人的骹肚遐尼悬。正是6点哦，透早6点。水就已经开始停啊！屏东东港镇东镇里，便若拄着年度的大涝，拢会积水。即届拄好凯美风台的逼我来，当地里长提醒民众要注意海水倒激。屏东往回小琉球的船帮嘛，因为环绕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虽然拜一船帮照常，不过24、25这2天拢停驶。按那日落会看天气情形才去决定。记者王周婷、陈显坤，屏东报道。这几天过到了，这南部是定拢有西北风。昨下晡伫台南的新市是短3点钟内，就落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另外，伫台南永康的永大夜市迄块里啊，嘛是因为这个雨拼落来，一时啊消透袂离，所以水是淹过骹目，加在无造成严重的灾情。伫大雨当中，车驶甲真紧。水是喷甲真悬，积水愈来愈深，有小货车直接就海去，伫车道顶悬袂顶袂动。向阳大雨就发生伫昨下晡3点半，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等7个县市发布大水和大雨特报。台南永康区的永大夜市啊附近，因为向阳大雨，排水系统一时啊无法度排出去，水已经深度超过骹目。下晡3点就来排打的打饭，生意是做袂落去，赶紧开始收。只是这行是这几天来第2摆，因为淹水被迫休困，单商实在是要哭无目屎。继续落啊，人客嘛无爱来啊。哦，这做夜市的心声。一礼拜淹2届。淹2届。啊，你生意要怎做啊？啊，袂无多做啊！你看我单支雨大就开5千几块啊，啊，都无趁着钱。另外一边，永康区的中正路涵洞也淹水正做小幅度，当地民众搁伫路顶悬顾着鱼。这个鱼哪里发现的？那边每次积水都会有鱼啊。只要有下大雨，下很快的话就会淹水。逢雨必淹就对了。对。为下晡4点到尾6点，短3点钟之内，台南新市业绩雨量超过100毫米。另外，新化规前南西等地区也出现较大的雨势，好在在拢无造成严重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昨暗11点过的时阵，伫新德县的德东镇有一个公园，因内底呢是有一个女性，若像食酒醉困伫个涂骹，伊的身躯顶佮拍一个婴仔。当地民代就表示讲，这个女性是一个游民，也那社会处是讲，即马已经甲囡仔交予家长来照顾，也会继续追踪关怀来调查这个女性敢有甲婴仔顾好势。小块地板倒着穿红衫的女子，直接倒来就困。一个婴仔规身躯真垃圾，趴伫身上一直骂吼。经过民众上前关心，对方技术啉酒醉，讲话起起倒倒。当地民代协报也去现场。已经不见1年多，结果一回来就抱一个小孩子回来，因为妈妈就喝很醉，躺在地上啊，小孩子就坐在他旁边啊，一直哭啊，好像嫌他吵，他就掐他的脸啊，一下掐他脖子啊，一下又拿毛巾去捂他的嘴巴。我们是有制止啦。
看到这个女子面带并无生分，指出这位游民过去常看到伊伫当地流浪，已经1年外无看到。21晚11点外，若是方发现出现伫新德县竹东，困伫迄曲公园内。这摆佫加一个看起哩，还未1岁婴仔，甲母亲伫外口咧流浪。民众通报的一个幼童，我们已交由家属带回照顾。为了确保他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也会跟父母讨论照顾计划，同时追踪他后续的照顾情形。当地社会处已经派人到场，保证将囡仔交回家长照顾。除了继续追踪后手的情况，母亲疑似照顾无好，也会调查，公布进行相关辅导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中部的刑事局查到一个姓江的嫌犯，伊设假的人头公司，骗人来买虚拟货币做投资，结果甲刮来的钱全部拢甲洗出去。警方是抓到11个人，以诈欺甲洗钱定罪来甲上班。初步估计，这个不法所得是卖1000万。民警入去这间商办大楼内面的嫌犯，也未付反应，就去互警方压起来。警方伫现场清点，也查出真侪现金，还有假金铺啊，这拢是犯罪证据。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比对资料，发现有真侪间科技公司的户头资料，也有来路不明的小目出入。对查发现，这拢是姓江主嫌的集团，用人头公司去骗银行，假做是伫咧做虚拟货币买卖，吸引被害人来投资。他可能会虚设一个假的 APP， 然后账面上当你一直入金进去的时候，它会显示你的入金金额多少，你的获利多少，然后其实这个都是假的。警方表示，嫌犯利用交易虚拟货币制造金流，才来把诈起来的钱摕去洗钱，利用安尼先闪过银行，也有警方的追查。嫌犯对去年初不法的金额已过有上亿，不法所得不到1000万。目前清查了后，有355位民众受害。准备要出金把钱拿回来的时候，他可能还会再以其他的手法，例如说要你缴纳一笔手续费、保管费或者是什么费用等等。然后当你钱再投进去以后，就整笔都会被他吃掉。警方问话了后，甲姓江主嫌等11个人依照诈欺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其中姓江主嫌等3个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他8个是3万到5万不等交保，也提醒民众爱用合法的管道去投资，才袂去用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的汉光演习即摆是无剧本的演练，连续5天。第一天的重点就是战力的保存。这西部的战机是透早就飞去台东甲花莲的基地来操演，也那新北市的北里是用民间的车辆来协助载物资。另外，来教育调集14天的部队也同款是投入汉光演习。威严喷射自首伫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战机，一定加速了后，赶紧游起升空。另外一只换上也倒咧后边起飞。汉光40号演习即日开始，第一天重头戏是战力保存。自防伫西部国空军基地战机，新竹换上2000 C130运输机、台中 IDF 加机 F-16V 屏东以及 K 预警机、P-3C 反潜机等分别飞去东部基地。总共14架 IDF 经国号战机转场，再起飞到台东志航基地。另外，天宫航空飞弹车伫介护之下，伫台东市区内底机动部署。来拍飞机。主要知道今天是什么科目吗？战力保存。换上2000 C130运输机、乌鹰直升机陆续飞到花莲空军基地。基地内底 F-16V 已经挂弹，经由战备道进入嘉山基地进行战力保存。海军航南杀手拖工机的巡逻舰公路飞弹快艇接到指令，为宜兰苏澳紧急出港。汉光演习同时结合自强中心演习等韩国军部队动员能力，订购定用品项高达305294件。民间的车到集合地点载运车复型铁丝网啊、钢材、螺旋桨赶往第一线的阵地，设组织设施拖现敌军抢劫海堡。这批教教部队投入汉光演习训练内容，正实在会参加夜间作战，加阵地强巡防。日军分霸战车车队伫屏东市区走，有2个囡仔摆几排蓝国旗为国军加油。
个，那你有没有看到战车？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民国防的一个教育向下扎根。中共对台威胁愈来愈多，也互今年汉光演习备受注目。在国人的支持之下，国军今年聚焦无剧本、无分阵的操演，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摆汉光演习，除了是无剧本的实战演练以外，嘛是头一届用 AI 的主播，透过18国的语言来播送，希望会当加强国际传播的效益。汉光演习进前，强军游员继续交代，国防部查到22架强机，8架强舰伫大海附近活动，其中15架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国军严密掌握动态，这摆汉光国第一摆运用 AI 发电飞机主播，用情境转换18个话来播送，验证国际战略传播的效益。I am the virtual anchor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for Hong Kong 40th exercise. I am thrilled to meet you. And I will introduce this exercise in multilingual. 那么这个系统可以把文字的内容翻译成多国的语音，结合脸部的表情跟手势以后，产生一个播报的影片。那国军强化对抗强军信息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也公开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争，美国信心打败强军，搁展现挺台立头。学者分析，目前美军的人员识别及加大规模实战的经验，游员胜过两军。共军目前遂行的这些练习、这些训练，它的规模仍然都相当的小，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完全具备大规模的部队运用这样的能力。除了国际支持台湾，学者表示，台湾也爱强化自主防卫，协助强军确保台海局势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第一摆拄到民进党全代会的改选，我赖清德的新赖系是摕到6席，已经过半；也那英系甲苏系是拢总摕到3席，另外陈登辉也抢到1席的中常委。总统赖清德执政了第一摆民进党全代会，大家拢咧看党公职改选投票的结果。党员同志，咱来团结。团结，再团结，合作，合作，再合作。原本有50席中常会当中，新潮流加上亲来派系，因包揽7席，结果投票出来，新潮流为原本3席正做林俊宪、区志辉2席，其他有内包含郑国辉、陈茂雄、杨延辉、王定宇、历史有期、张佩玲、民主话水、洪新汉，加加总共是6席，勉强过半。和郑国辉除名陈廷辉、杀破中回抢占上头前，苏系张宏亮1席，英系有王世坚、苏地芬2席。乌鸦比喜鹊好啊！乌鸦带来一些警语，那大家都和音天使的话，那我们台湾现在立刻升华成天堂。因为这位台文坛系统的中执会投票的时阵，邓小平正做废票，后来清朝本家南流林义景中止落马，也有一个党代表邓正做废票，和郑国辉、杜冠廷1票之差煞输。我们既然产生这种分裂状态，票数本来就比较紧迫。这场选举影响一届县市长大选的布局，高雄市长柯文哲已经有烟消味。要是为2026，那也是正确。好，那重点是在于我们执政是不是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然后很好的传统，然后就是说，在竞争过后，结果出来就会立即团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伫7月2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伊会支持伊的副总统贺锦丽出来选。拜登伫声明当中是表示讲，会做甲任期满才会落任，以符合民主党甲国家的利益为优先。美国总统拜登伫大选进前3个月宣布退选。拜登透过社会媒体 X 发声明，表示会继续履行总统执政，一直到任期届满。佮强调虽伊拍算寻求连任，但不过伊相信退选佮专心伫剩的任期内底履行总统的执政，符合民主党甲国家上好利益。无论民主甲共和党选民对这决定大部分拢感觉欢喜。I think it's a good decision. I think he didn't have a chance against Trump. Too many people were concerned about his age, which I was too. Look at what he's done to our world. I think Donald Trump should have been back a long time ago. So, I mean, it makes me really happy to know he's out.
今6月底，甲川普电视评论表现无好了后，民主党人对拜登施加真大压力，呼吁伊爱退选。拜登会伫这礼拜向全国宣布这项决定，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摆出现政党内定总统候选人在投票时这么接近之下宣布退选。过去只有2位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甲詹森伫选举年宣布不寻求连任，2人分别因为罕见甲越战退选，接替得到提名竞选，最后也拢败选。不过学者犹原讲这是历史上的时刻，因为过去毋但有人伫大选3个月前宣布退选。I think history will judge Joe Biden very favorably. I mean, he passed a landmark infrastructure bill, is investing billion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He helped bring back a sense of decency to the office and respect for rule of law. 拜登宣布退选了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批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上害总统。伊也伫接受CNN电访时阵讲，甲拜登比要打败侯锦丽更加简单。不过副总统侯锦丽就算得到拜登的支持，也发声明表示会争取提名。伊原爱经过民主党定数才能得到提名。目前加州州长纽森、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宾州州长夏皮罗拢是可能竞选。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辑。其实拜登这回宣布退选，各界态度拢是真支持的，因为自从伊的后生母出歹名声，拜登伫个电视辩论讲唔对话，一直到 Trump 受到攻击，这个民主党内是直直希望讲伊会当赶紧来退落来。即马互伊的副总统贺锦丽出来选，社会普遍认为讲这是一项对国家有正面影响的决定。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抗退阵营前总统奥巴马发表文情并茂的声明，俄罗拜登意向未为战斗当中脱逃，伊决定传承予下一个候选人，是因为对国家甲人民利益的考虑。前众议长佩洛西发文俄罗拜登以国家为重，努力团结甲组织会延续伊伫美国重大影响力。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莫俄罗拜登是真正爱国者。拜登亲人也发表声明，因为非法提请案件被判罪名成立的细汉后生亨特·拜登，感情表达老爸做公仆54年，甲人民无距离，倾听佮承受大家苦痛。因为川普遭到枪击声势起来事件所在地宾州州长夏皮罗推文表明会全力协助贺锦丽坐起总统大位，敌对的共和党前副总统前年查某囝利兹前年包容拜登将大局放伫家己的利益之上，伊的品格甲认据是美国前进的力量。各国元首也表达对拜登的感谢，佮支持伊的退选决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推文讲，感谢拜登伫史上上戏剧性的时刻帮助乌克兰阻止俄国占领。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俄罗拜登用爱治国，互比甲前期更较深。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讲，美俄革命共向民主价值甲承诺，维护区域安全甲经济繁荣。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a great friend of Australia, and that will continue. Deserves today, I think, to be recognised for once again not putting himself forward. 英国首相施卡尔表示尊重拜登因为对美国人民上大利益做出的决定。德国总理肖兹讲拜登是老朋友，是北约组织重大关键力量。波兰总理图斯克甲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俄罗拜登为乌克兰战争做出困难而且正确的影响决策，捍卫世界民主甲自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拜登宣布退选这件大代志，对咱台美关系甲台海的局势嘛是可能有影响的。咱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相信美国人会选出上好的总统，强调台美之间是有维护台海安全的共同责任。咱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达来分析讲，这个拜登退选，颠倒有可能是互民主党更加团结，也毋过最后无论是谁赢，台湾拢应该爱家己来处理两岸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为美国大选投下变数。多日前有一场美国总统大选观察座谈会，虽然外界普遍看好共和党川普声势，不过参加学者认为，反对党的可能会互川普政策被放大检视。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是表示，拜登退选，反对党的可能激起民主党基层团结。不过，不管什么人赢，台湾拢爱家己处理两岸的关系。
两岸要对话，这是唯一的自救的方法。你台湾不想办法自己处理两岸关系，什么东西都交给美国来处理，那现在好了，美国两手一摊，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还管你吗？我们的壮大还有国际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筹码和必要，但是这个筹码的运用不是为了对抗和战争，而是为了和平。苏起分析。用川普的言论来看，那伊当选对台湾较不利，不过目前拢是选举的话，其实实际情形要等到确定执政了后，才知影对台政策的调整幅度。面对美国大选出现变数，可能牵动台美关系甲台海局势，行政院长杜荣泰表示，相信美国人会用上悬的智慧选出上好的总统。台美的关系近年来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会用他们最高的选择跟智慧，选择他们最好的总统。杜荣泰强调，台美有共同的国家利益，甲维护印太地区台海安全的共同责任，也甲民主友好国家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秩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美国前总统 Trump 顶礼拜伫宾州造势，结果煞起互枪甲弹着，即马伊的身体已经恢复甲差不多啊，来到密西根继续来造势。现场即个维安是真顶真，也那 Trump 是讲，伊即回就是为着民主来食枪子，佮讲伊有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互伊的批。支持者一直欢呼，才遭受庆祝一礼拜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密西根大吉流城重新展开造势活动。这嘛是伊受到庆祝了后头一摆出席公开竞选活动，互支持者真激动。I feel so compelled to go, especially after the shooting, even more than before,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to him. I want him to see that we still support him. We're still going to come out to these rallies. There's nothing you're going to do that's going to break our spirit. 因为顶一届造势活动受到庆祝，这个活动的场所内外世界当看到早前改变的环境，建筑的厝顶嘛有环境助手，要进入造势活动的民众爱通过一站搁一站的安检。李川普伫这届活动讲到受到庆祝的代志，讲家己是为着民主动庆祝。And they keep saying he's a threat to democracy. I'm saying, what the hell did I do for democracy? Last week I took a bullet for democracy. What did I do against democracy? Crazy. 川普受到庆祝了后，有受到各国领袖的慰问，伊特别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受到习近平的慰问批，内容甲文笔拢真互人感动。川普伫共和党全大会获提名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了后，嘛伫美国当地19接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电话，双方会谈15到20分钟。川普嘛表示会敦促俄乌双方透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结束战争。高雄新闻台是龙平约。咱拢知影讲，这观光旅游虽然讲会当带来经济的成长，毋过嘛有可能是影响到当地的生活品质。伫西班牙的帕尔马这个所在，是有几啊万人去到街仔头来示威，来抗议游客数量无管制，结果互当地人生活品质降低，这个厝税甲物价也拢对得起。当地市议会就决定讲，为10月份开始，这个旅游税就会提悬到一个人台票143块。9000万人上街示威，西班牙马约卡岛的帕尔马民众提标语，顶面写着“我爱观光客”，不过只有当你无买土地时，以表达对过度旅游带来负面影响的不满。发起游行的团体表示，无受控的游客数量造成工资甲生活品质降低，噪音刷增加，房租甲物价也拢起。Quan va començar a augmentar molt el turisme, va començar a afectar ja directament les barriades, s'ha creat una gentrificació total a la ciutat, la gent no pot viure ja a la ciutat, ha de sortir, no hi ha pisos, perquè s'estan dedicats al lloguer turístic, tant legal com il·legal. 大约有100外的团体参加这场示威，对游客喷水，搁大声喊爱游客回去。饭店甲餐厅代表性的暂时关起来。根据西班牙机场管理局统计，帕尔马机场今年7月的运量就达到430万人次，比2022年同期增加5.9%。
当年有超过1000万外国游客来遮度假，这代表帕尔马加做西班牙第3大受欢迎的热天旅游目的地。只是马德里加巴塞罗那，只是过度旅游也带来欠大房加房租升悬的难题。Bueno, que Mallorca estem cansats de tant de turisme excessiu, un turisme que no val la pena i que no aporta beneficis a l'illa perquè l'estem venent i el pitjor que els residents estem pagant les conseqüències negatives d'aquest turisme excessiu。其实，唔那是帕尔马，西班牙为伊比塞岛、加马拉加、参梅诺卡岛，拢爆发过反对过度旅游的抗议活动。真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征收旅游税。威尼斯禁止邮轮驶入边柜的运河系统。荷兰阿姆斯特丹想要予啉酒醉游客管理。希腊雅典是透过研究制定短期租赁加大房的限制。公司新闻邓慧珍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这核三厂第1号机组这个拜六就要来停机啊。台电是表示讲，已经甲新的能源传好势，要予民营的丰德电厂第3号机组来接手供电。要毋过这热人这用电量是真大，所以有学者就来警告讲，美系这个备转电力才是关键，认为要来检视能源转换机的供电问题。运转40年核三厂1号机顶个月中开始，逐工的功率减少，慢慢降载，要伫这礼拜六停机。台电已经规划放着新机组来代替，高层阁加入再生能源、加税收机组回归，支持尖峰备转容用率维持伫10%以上无问题，暗时也差不多有7%。台电目就今年、明年来看。我们整个机组退役的同时，我们新增的机组的容量都会大于退役的机组。根据能源署统计，去年总发电量2823亿度，以燃煤42.2%占比上悬，核能是6.3%。核三厂1号机停止运转了后，核能供电占比到3%。面对能源转换期，虽然台电强调做好保育情形，不过有关学者示警，各个夜间备转容量有欠电的风险。今年上半年就有1/3的天数呢，是低于所谓供电无虞的10%。在野党也计划修核安法，为核电延期解套。核安会表示，即卖法规核电厂运转执照期满若是继续，爱伫执照届满前5年到15年申请换执照。核三厂已经超过申请时限，就算修法办令，也是要重启安全评估。假使修法通过，那事实上在运转执照届期的时候，机组还是要先停止运转。核电厂它要运转，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考量。核安会伫去年4月已经完成核三厂对一计划审查作业。1号机伫这拜六停机了后，要进行燃料移出路芯安全设备等相关作业。后续伫对一宽屏通过了后，核安会才依法核发对一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讲，这气候变迁全球的天气是愈来愈热热。这个丹麦用真伤，有 NGO 的团体就来公布上新的调查报告，讲有超过半数的人是支持能源转型，增加再生能源。也毋过，其实对台湾目前的能源状况甲净零目标，煞无介偌清楚。热人用电量悬，台北上山最近这几天小连续停电，造成民众的困扰。现处是气候变迁的情形之下，全球伫出现破纪录的高温，造成供电硬斗，能源政策就更加重要。不过 ，NGO 团体公布一份上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民众对能源甲净零政策的认知，无甲一成的民众会当正确回答咱国进口能源的比例有超过96%，无甲3成的民众知影咱台湾达成净零的目标是设定伫2050年。天然气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而是台湾最主要这个发电方式的大概只有12%，将近90%的老百姓是搞不清楚。面对最近全台湾真接停电的情形，调查嘛显示，最近这一年有3成5的民众捌拄过熊熊停电的经验，8%的民众烦恼出现大范围停电的情形。有捌做过台电高层的学者建议讲，台电系统维护的频率都要较接力，经常的做一些这个盘点。能够如果发现这个有这种状况的话，第一个未来的设计上面呢，要修改规范。现在哪有夏天哪有25度 C，40度都不止啊。
因为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嘛是即礼拜调开的总统府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顾问，嘛提供宝贵的意见。我相信总统开这会最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广纳所有的大家的意见跟民意，来看做未来国家政策的发展。民进党的支持者竟然支持核电的跟反对核电，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这些支持群众对核能看法也有很多的改变。调查嘛显示，民进党的支持者对核电加做净零的目标，有支持的是44.3%，无支持的是45.2%，敢若差0.9%。专家认为讲，这显示民进党的支持者对这个政策的意见无啥共款。核能未来敢会当加做2050净零引用的策略，这个话题嘛持续受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离世祭开当中的大事，也就是一档上界热的时阵，俗语就讲这大事热无透，修行就无够。天文馆是表示讲，其实这个祭开就是反映地球晒日头的过程，是四季变化的标志。也毋过，即马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离世祭开即马甲俗语所讲的天气现象已经无啥共款了。今仔日是离世节气中的大事，嘛就是一年透天上热的一天。俗语讲，大事热无透，修行就无够。意思是大事若无够热，就代表气候无够顺，会修行无好。搁有一句俗语讲，小事食酸呀，大事食旺来。原因就是大事中旺来上着时。大暑假吃凤梨才会旺旺来。才会消暑。其实真正好食的时阵是然后6、7月迄阵啦。你若即摆来的时阵就袂生啊啦。今年较早，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也较早啦，比较早结束了，所以现在已经即摆已经无算着时啊啦。气候变迁，只个大打想讲往来着时的时间，一定毋是大事啊！台北市天文科学教育馆表示，离世节气对古早流传落来历法，对过往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有真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即马因为气候反常，离世节气的时间对应的气候一定无啥共款。大概大陆那边的中原的地段，就是他们那时候定义的那个位置跟时间点。可是其实像我们以台湾的地理位置来讲，跟那边已经有一段差距了。再加上时间长远下来，然后人为的一些污染、气候跟早期已经有很明显的差异了。加上现代大气科学真发展，气象预报越来越准确。虽然离世节气对现代人来讲一定无参考价值，但是天文馆认为大家有缘会当去了解离世节气，节气反映地球晒日头运动的过程，是每当季节变化上重要的标志，嘛有真侪古早人留落来的智慧。记者第一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后来拢知影讲，这热人的是大家拢较爱贪凉，这凉水的卫生安全嘛是真需要注意的。台北市卫生局就来公布第2波抽验的名单，结果所发现讲，伫111件冰的食品甲配料当中，有9件是无合格，其中有7件是肠仔杆菌超过标准，也那另外2件是互人去验着防腐剂。天气真热，未少民众会买手笑茶，或者是食酸仔凉一个。不过，台北市卫生局今年第2批抽检饮料甲酸仔，伫111件凉的甲酸仔，还有配料内底有9件无合格。因为手摇本身就不健康，如果再有这个因素的话，应该会更避免去喝。1周3到4吧，就检查出来就不要去喝这样。这个抽验亲像是乌丸仙草店、珍珠丹、咖喱咖啡等等真出名牌子的分店。拢总有7件产品，肠管菌科超过标准，拢罚3万块。也那酷家饮料、木林茶分店是有2件粉圆、椰子肉这类的产品，去互验出防腐剂，已经互要求都要落市，而且以且管理迄区产品来源的卫生局来办理。过高的一个肠杆菌科会影响到饮冰品的品质，而且也会缩短产品的一个保存期限。冷藏应该在7度C以下，冷冻应该在-20度C以下。那食材适量准备，不使用的时候应该要适当的一个冰存。实际去其中一间饮料店，再去11点才打甲铁门拖开做生意。卫生局表示，肠管菌科是检测量的酸仔，食品卫生的指标之一。若是超标，代表制作的过程当中，卫生的情形甲食材等等可能会有污染。提醒业者都要落实环境卫生甲自主管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中立火车头附近的复兴路，伫民国62年时，由公所一坪1000外块来甲征收。迄当阵的地主是拢总摕到14万外，也有8万外块的尾款也未领到。也毋过即马迄带土地一坪是拢爱100多万啊！市政府说有关是想要用8万块来甲买断，这是引起地主的不满。中立火车站前，中正路地下侪份工程当咧进行。即马土地每平市价拢爱100多万，地主伫民国62年领部分的征收款，无领的部分市府以市价征收。也毋过附近的复兴路，只以每平无到2000来征收，民众多数拢感觉无公平。当然不公平，因为拖那么久了，应该要多补偿一点。你征收。不管你是征收甲、征收乙，都是以市价的话，都应该要公平这样啊。这条中立复兴路有部分是私人地主的土地，按市价征收爱5000万。当年由公所以每平1812块的价销征收，地主提14万外，也有尾款8万外也未领。征收定数拖50几年，市府准备以8万来买断，地主真不满。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来去征收民众的土地呢，我们用贱价来去跟民众收购，不是，而是他们早在民国60、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契约。市府回应，即马是要执行无完成的契约。另外，对于中正路、复兴路征收的价销无同款的周期，市府也回应，是因为机制要为地下软过中正路地主抗争无要放弃，最后由交通部铁道局出钱，市府征收甲复兴路的情况无同。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中区的民族路最近是出现真侪大小拢无同的机车价，有的甚至是比汽车的停车价还阁较大。原来这是因为即卖机车外形较侪变化，所以市政府是当咧试办，要来画出无同大小的停车价，会当方便人使用。涂骹写着机慢车停放区，但是斟酌看，机车停车格有大也有小，有的甚至比一般的汽车停车格范围还阁较大。台中市中区民族路、绿川东街到自由路路段，最近是出现超大的机车格，传统的架仔线无去啊。民众对于新措施大部分拢无了解，看法也无同。一般骑摩托车的人，他稍微可以再多放一两台。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的话，没有宣导，然后就变成说，有时候开车没注意的话，他稍微大一点，你会把它当成它是汽车停车格。台中市府表示，传统的机车架跨度大约1公尺，一届干内当放一台机车。考量机慢车外形愈来愈多元，车身跨度无同款，为着增加机车停车量、甲停车的弹性，今年6月开始选定民族路为17位新型机车架，为着避免用路人停唔到，除了伫咧标线外口画有机慢车停放区的字样，架内底也有加画指示的箭头。停管处这边呢，就是配合养工处，在做路面重铺的时候，直接把整个机车格，然后改由用机慢车停车区方式进行示范。所有的机车或是自行车的车身大小，那自由选择适合的空位去停放车辆。停车时务必注意停车格、停车车种，依规定停放车辆，以建立友善无碍的环境。违规停车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交通局表示，试办的机慢车停放区也会当停自行车，后续会将车架标线染色，让用路人更较容易区别。记者台中报道。宜兰大溪的圣母山庄步道一当是有16万人次去爬，尤其休困时啊，逐工是有1000外人拢会上山，来影响到当地的环境。即马就有民团来捐出计算人数的机械，互林业署安伫登山口迄边，希望讲会当掌握游客的人数，来当做是未来管理的参考。宜兰圣母山庄步道因为山顶青冷冷，个顶顶塌塌，就像抹地，所以得名抹地山。最近安起了后，吸引不少游客，因为同时也带来环境问题。可能会有乱丢垃圾这样。那如果他很多乱丢垃圾，你会觉得会不好？那当然是不妥啊！我们都会自己把垃圾带下来。是，所以上山一定要把垃圾带下来。对对对。人一增加3倍，本数就增加林业署当年这边的大约400万，好社区顺好，为何圣母山庄顶9条步道经费安怎土地分配？加做问题。
随手从大气山区的粪扫杂草，才会当维护环境永续。要过人一济，袂当保证人人拢有公德心。根据林业署估计，半地山平均逐工一园450间厝，一年大约16万间厝，敢是限制人流，维护环境甲旅游品质。各界也无强势，要过限制人流精准掌握数据就真重要。台湾山林工业协会最近完整安排山人流计数据，放伫登山口，毋忙精准掌握人流数据。可能会按这个人数，然后会去观察说大概抹茶山它比较适合的油气数人数大概是多少。目前还没有说一定会怎样去管制人数这样。过去小木山总报道的人流数据，拢靠一工量基药的统计并无精准。即马有新的设备，林业署表示，都会当精准分配违法经费，比人侪的报道加到的经费。另外，未来敢是照这个数据限制上山人流，林业署表示会先借由数据观察。小木山总报道涉及的游客人数是偌济，也毋过目前也无管制上山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一般是拢伫咧清明前后会经过云林的拿来向北来潜耍。最近是因为云林高坑的花山温学步道，毋但是无喷农药，也加种一寡较甜的花草，所以颠倒变作是鸭来休困的好所在。即马生态协会就来表示讲，其实高坑这带的西班牙就是潜耍来的第二代。预计伫咧10月份花期结束了后，这阵鸭会搁飞转去南边过冬。导览员甲游客介绍西班牙的外观甲特性。往年伫清明前后，西班牙拢会到云林拿来乡的出口飞上北。不过最近，数千万只西班牙来到高坑华山的文学步道找食。是，结合就是水保署的一些经费，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条，现在你在这个步道上是我们的文学步道，也是我们的休闲农业区主要的那个导览路线。所以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一些蜜源植物，然后让蝴蝶，然后蜻蜓可以过来。所以今年的话，就是整个那个紫斑蝶整个大爆量这样子。华山休闲产业促进会表示，为着生态保育，当地做事是全面禁止除农药的。而且为去年开始，就伫华山溪的文学步道，沿路种花种草。最近开花了后，就去引归大阵的西班牙，加做华山生态新特色。过了像说清明节之后的一个牵引现象过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扩散的一个现象。它可能会到处去停留啊，然后有好的蜜源，还不错的地方，有些别它就会留下来了。高坑华山出现规定的西班牙，敢会影响到因潜水的生态？对此，台湾西班生态保育协会讲，华山地区的这阵是过境的西班牙生态的第二代，虽然数量多，不过袂去影响到因原本潜水的生态。10月花期结束了后，这个西班牙就会飞落南去过冬。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即马林咖啡是真事件，伫咧高雄小港病院甲社福团体就来合作，伫咧病院内底设一间咖啡店，毋但是培训弱势的少年人会当互因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即个病院嘛特别来研发一种高的咖啡，互吞烂有困难的病患嘛会当来享受啉咖啡的滋味。这位查某店员泡咖啡的动作真熟手，伊叫做芊芊，今年才18岁尔，自细汉就有做咖啡师的梦想。虽讲家庭环境无介好，毋过有社福团体帮助，伊已经顺利考到咖啡师证照。这间239青年培力咖啡店，代表爱上过艺术，而且是设伫小港病院内面。不仅可以培养我的一技之长，那让我在未来也多了这个咖啡师这个产业可以去选择。伫遮学习到一寡技能，那么对着伊以后毕业了后，对伊来讲是一个帮助。那么对着家己的家庭，以后可能会反转。这间咖啡店毋那卖一般的咖啡尔，内面阁有稳重版饮料，就是这杯高贵的咖啡。这时代因为有年岁，吞烂能力无遮尔好，若是啉咖啡可能会砸掉。因此，小港病院研发一种较高的咖啡，是甲珍珠剂加入去咖啡内面，阁袂走味。因为较高的液体流入去然后的速度会变较慢，互时代通享受咖啡的滋味。应该是速度的问题，因为咱一般人做到砸掉，是因为恁啉的速度伤紧，速度紧咱若老化的阵咱会咧吞的阵就做到砸掉。毋过每一个人伊需要的
稠度无共款。这杯特殊的咖啡保留咖啡的香气，嘛受到患者甲家属的介意。这间239的咖啡店，若让更较侪病患通享受咖啡，嘛让弱势少年人有工作机会，会当伫社会中学习。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法国人是真高资者，伫咧巴黎呢是有一间老牌子的甜露店，已经有卖300年的历史。这内底除了是卖一寡日常的点心、甲鸡卵糕以外，也阁有古早时真特别的香港的脆食面。让爸爸兰姆爸爸，这种顶头有鲜奶油、酒味正重、用发酵混发的鸡卵糕，是巴黎第2区蒙托格希街这间鸡卵糕店的招牌鸡卵糕。这间店是开伫咧1730年，是巴黎历史上久的糕点店。创办人尼古拉斯·史托尔是当年波兰的玛丽莱什琴斯卡公主嫁予法皇路易15陪伊嫁过来规定人内面的其中一位。因为路易15喙齿会疼，无法度食伤大的鸡卵糕。史托尔是宫廷的糕点总铺师，所以就将布里欧古可夫鸡卵糕浸伫咧红酒内面，可以食起来较湿较软。另外一个代表性的宫廷糕点是路易15要互伊的情妇庞巴杜夫人欢喜的爱之箭，泡芙内面煎卡士达做鸭，顶头搁抹鸡酱。Nicolas Storer was a pastry chef of Louis XV. He was serving the king and all the court in Versailles in the early 80s. He was doing all the banquets and all the big parties for the king. The king really loved him, and he was really fond of all the pastry he made. But after several years in Versailles, he decided to open his own shop in Rue Montorgueil in 1730, where we are today. 史托尔拄开店时阵，配方有小可做调整，真正用红酒，尾仔改用兰姆糖浆，而且即马大家较注重健康，甜度甲质量拢有小可较减少，所以甲几多百年前的口味淡薄仔无同。So since 1730, I believe the taste did change a bit. Maybe today we use less sugar. We try to have cakes less fat, you know. So, for instance, when we do our fraisier every summer. The cream we use, we put much less sugar than before. So I think people are more attentive to what they're eating and they want something more healthy a bit. 伫咧店内面，不管是至少拢有10几种的糕点会当选择，内容会按照季节性的食材做调整。亲像热天拄开始的时阵，会有开心果塔；到秋天就换做杏桃塔，或者是杨梨塔。图案内面的圣多诺欧巧克力闪电泡芙、水果塔、草莓鸡卵糕、马卡龙，这个拢是法兰西风土特色的糕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再来看奥地利的烟尘嘛是同款真受欢迎，在当地人是提出申请，希望会当甲烟尘来列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甲这个假设推广到国际认证的等级。也那日本的三角饭圆嘛是因为正里边有创意，这名声叹国际，真侪人拢真娱乐。无共酱料配切好的各种的灌肠，佮放一寡生的刺瓜啊，佮其他生的酱菜，佮加胖。一种正统的维也纳灌肠餐上到了，名叫做里欧的灌肠搭，伫咧维也纳开业已经有1世纪啊，是当地上老的灌肠搭。头家汤多伊的太太做是第1代头家，即马由伊甲伊老母伫咧经营。除了传统的灌肠，里欧即马也杀有机素食，一个泡菜灌肠餐。因为灌肠正受外来游客甲消费者喜喜。Am Würstelstand ist jeder gleich und man mischt sich unter die Leute. Egal, ob man ein Top-Banker ist, der hunderte tausend Euro verdient oder gerade mal die letzten Euro zusammenkratzen muss, um sich hier 包括里欧在内15间维也纳灌肠大业者做游说团体，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希望和灌肠大会当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让因这种国民美食会当推送到国际认证的等级。Wir setzen halt unser Augenmerk darauf, dass wir eine Art Qualitätssiegel für Wiener Würstelstände erschaffen wollen und wollen auch diese als Mitglieder haben. 伫日本东京浅草的塑料饭圆店，开业到即马已经满70档，看板无大，不过就还未开始营业，人客就排甲落长。第3代头家继续用传统的配方做饭圆，也用网络伫咧行销，写一个英文的官网，真侪外国游客是听名声来。
it's very use your hands. You know, I like that. You know, a lot of Japanese food use chopsticks. This one felt closer to eating a hamburger. 虽然这个是用饭、盐、鸭加努力4种基本的食材做的，不过三角饭圆的形是变化多端。日本饭圆日文叫做 onigiri， 意思就是用手捏的饭。因为社群媒体传播，加这么大家真爱旅游，日本饭圆伫咧其他国家这么也真流行。2024年，牛津英语字典也佫甲 onigiri 列入字库，业者也结合西方的食材，杀新口味。一条细细粒的饭圆，有着历史甲现代元素，也创造跨世代共同的美食体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卡米风台即卖已经变作是中度风台，当咧往台湾的北部近海来行。气象署预计伫今仔日半暝到明仔载透早的时阵，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伫明仔载下晡就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那下晡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32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31度到35度。外岛地区30度到36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那些个天平。